这样很低调。低调什么？粉丝团的主题。哦，没有，他是一点都不低调。有没有拍都可以哦，但是现在是彩排，可以拍了，真的开放拍，然后你也可以放在网络上download彩排实况，随便你们。现在大家都有 iPhone， 我很乐意的。就上传到表演前，尽量跟朋友分享没关系。有种你就在你自己的网站点阅率超过100万，有可能吗？有。里面90万是自己点的。